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费。前几天咱们聊了一次白酒消费低迷，无论是高端的还是低端的，无论是白酒还是啤酒，这个销量价格都是直线下滑呀。53度的飞天茅台眼看着价格就要达到它的这个叫市场指导价1499，还剩一步之遥。就连避孕套销量都直线下滑，只如国庆节、中秋节双节，对吧？人均消费114，这已经创了10年的新低。但是我们似乎都知道消费也很重要，这个三驾马车，投资、外贸还有消费，内需嘛，消费这块下了不少功夫，一直在刺激，但是似乎越刺激越熄火，你越刺激，大家越勒紧裤腰带，是不是这个局面？所以今天财经网看到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叫滕泰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写的，叫“15.5消费怎么上台阶”。他这个文章我简单介绍一下，他说15.5期间有必要推动消费有一个上台阶式的增长。15.5期间对消费的认识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转变。他说2020年呢，面对疫情冲击，学术界和决策层对提振消费认识还不够，真正重视提振消费是从2020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开始，明确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把促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到2024年有了1500亿元的以旧换新补贴，今年则把提振消费作为经济任务之首，以旧换新补贴规模扩大到3000亿。他说，考虑到国际环境，展望未来5到10年，这个房地产投资和民间投资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过剩等情况，他如果消费还保持4%，低于 GDP 增速，总需求不足的局面恐怕很难扭转。15.5期间要化解总需求不足风险，消费增速必须达到5%以上，甚至6%以上才行。从 GDP 的占比看，它是消费占比要从现在的54%到55%，提高到2030年的60%以上，提升5到10个点。居民消费占比从现在的40%左右，努力提升到45%甚至50%，实现上台阶式的增长。这个台阶很长，我们现在只有55%消费占 GDP 的比重，其他国家你像发达国家、美西方，那都是70%、75%。我们到2030年还要到60%，还要一切顺利，还要10年才能追上这个美西方，就是消费占 GDP 70%。过去这几年，尤其是去年以来，说中国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对提振消费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恐怕也只是停留在各个地方政府的报表和战报上面，是吧？完成了这 KPI， 消费者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感受，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占了便宜。当然，这些变化如果从学术角度观察，都是线性的、边际上的微小变化，消费增速和其在 GDP 的占比并没有根本性的提升。也就是你这些发什么消费券以旧换新，刺激力度不大，效果不大。那这个作者就说了，那15.5期间提振消费怎么从一个线性的边际上的改善变成一个上台阶式的增长？他列出了5点。第一个，他是要重视国有资产的作用。目前中国国有资本权益超过100万亿元，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说白了就是大头很大。他这意思就是说，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大国拥有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如果把它用好，有条件用来改善社保，实现这个目标。他还举了新加坡的模式，用国有资产来增加国民福利的案例。那新加坡、淡马锡还有金融局，那都是赫赫有名。淡马锡就全球投资了10亿，就用来给新加坡人做福利。大家知道淡马锡把蔚来给告了，就是因为淡马锡投资蔚来这个，后来据说赔得稀里呼啦的。他就认为这个蔚来是做假账。这个事情现在什么样还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吧？哈萨克斯坦他们国家石油收入一部分放入什么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就专门对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新生儿进行什么福利。我在节目也说过，全球很多国家都这么做，发达国家新加坡，不发达的哈萨克斯坦人都在做。这个作者说，中国这么庞大的国有资产规模，对财政收入和提升社保水平，是不是应该
做出更多的贡献。那第二个，他说要发挥好资本市场的作用，也就是胡适。而之前的改革已经为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做了好的准备。我们不能忘记之前国有股全流通和划转社保的改革都已经完成，而且付出了几万亿成本。这个主意似乎也不错，比如说中石油、中石化这国有股直接就划到社保基金，或者是这些国有股的收益直接就变成社保基金的收益，充实社保基金就是一个概念。他举了个例子，他说这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为实施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铺平了道路。现在只要宣布扩大范围，提高一些比例，再拿10%到20%来补充社保基金，就可以把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就是那个养老金，从220元左右提升到500到1000元。他说现在的资本市场市值是100多万亿，到2030年至少要达到200万亿，国有股权自然水涨船高，完全有条件利用国有资产流通，或者划转社保，或者分红，来解决城乡居民社保问题。那第三点，他说要发挥好消费补贴的作用。他说去年1500亿以旧换新补贴也好，今年3000亿也好，都发挥了很好的促消费作用，但是跟50万亿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过低啊。相对140万亿的 GDP 来讲，它能产生多少影响？所以消费补贴一定要提高到10000亿以上，只有10000亿以上的消费补贴才能真正发挥看得见的作用。那10000亿以上的消费补贴资金来源呢？作者说，只要减少低效无效投资，减少出口补贴和生产补贴，一年可筹集几万亿。这个是拆东墙补西墙，出口补贴你要减少了，那出口下降，你相当于是把出口马车发动机你给它整停了，那消费这个发动机没刺激起来，那不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吗？当然了，他还说了以旧换新，这些发券还可以再改进一下，比如说他是发通用消费券，3个月或半年不用，过期作废。但不论是发钱还是发消费券，一定是跟人挂钩，而不是跟商品挂钩。凭什么补贴汽车和补贴家电，却不补贴理发和餐饮？说的也有道理。咱们国家的补贴是从产业角度来说的，是要刺激这个产业，不是刺激你消费。刺激你消费目的是刺激那个产业，它这动机都不是那么纯。真的刺激消费是给你钱，把现金吧唧放你手上，人人都有，想跑都跑不了。作者建议说，消费补贴要从几千亿规模提升到10000亿规模，发放的方式要从指定商品补贴变成收入补贴，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补贴。我觉得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就直接给他补贴收入。但是这个东西很容易变成的银行的存款，所以你还不能给现金，给中低收入人群你给他补贴，这个东西又不能是只能买某些商品，限定的是什么都能买，但是你得限期，比如说3个月之内必须要用掉，不用就作废。现在完全有这个技术手段，你给我的支付宝账户打个3000块钱，说3个月之内花完你就作废了，那我肯定得花，不能提现，对不对？只能买东西。他说第4个，要更好的发挥货币政策作用。什么意思？就是要降息。降息到底起多大的作用？这个也不好说。降息实际上给企业融资成本降低，刺激更多人去投资，把钱从银行赶出去。问题是，如果这个市面上没有好的项目，没有能赚钱的，不能正循环，你钱赶出去有什么用呢？最后，这作者说他说我谈一下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作用。他说区别于萨伊定律以及美国80年代等老供给经济学。他说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不是所有的供给都能创造等量的自身需求，尤其是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供给只能创造递减的需求，而新供给和供给扩张阶段则能创造递增的甚至成倍的新需求。最后要强调一点，不论怎么去提振消费，都不能违背经济学原理。影响消费的因素包含几个变量，短期消费是收入、利率、税收的函数，长期是新供给的函数。与这些变量无关的其他措施都可能没有用。也就是说，如果居民实际收入不变，利率不变，税收不变，新供给不变，表面上促消费活动
搞得很热闹，实际上只是消费需求内部的结构性变化，是在这儿增加的消费，就在别处减少的消费，是今天增加的消费，那么明天就要减少的消费，总量并没有增加，只是结构性调整或者时间上调整。但是如果不能从宏观上增加消费需求总量，那这些促消费活动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财新网刊登的一篇，一个经济学家说的消费怎么上台阶。这个他说的有些我是很认可的，比如把国有股直接把股份划转给这个社保基金，或者把它的相对应的收益，不是有很多人不愿意交社保吗？不愿意交，他不是不想保障自己，他只是担心未来交社保的人越来越少，退休的人越来越多，这个窟窿就出来了。那社保是不是就会出现崩溃，对吧？这就是大家担心的。那你看看这个，把工行的股份、把中石油、中石化的股份、中国移动的股份直接划转一半到社保基金，完全有条件这么做。还有一个就是给全民，尤其低收入的人，直接发这种限时消费的券，随便你买什么都行。咱们在以前节目说过，韭菜不愿意消费，勒紧裤腰带，最直接原因是收入低，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吧，也很重要，这个原因不可忽视，那就是信心，对未来的信心，对吧？我们为什么喜欢存钱？我们为什么赚了钱不花？你看美西方人家是月光族，人家还有信用卡，每个月得还信用卡。美西方人家有存款的都少，大部分人都是在付账单，是吧？每个月花完。为什么我们挣了钱，挣了3000，只敢花800，剩下的2200要存起来？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段子，是吧？有很多这样的还热搜，教你怎么样的月入3000。3年要存10万是吧？还是多少？那不都是勒紧裤腰带吗？不花钱吗？我们为什么要赚了钱不花？想干什么？大家都知道，到时候嘎了1毛钱也带不走，赤条条的去。那为什么不花？不就是担忧吗？我们担心明天赚不到钱了，我们担心老了没有任何能力的没人管，就是养老问题。我们担心到时候孩子上学没钱，我们担心生病看不起。实际上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也就是我们不消费是因为2个原因，一个是收入低，第二个对未来不看好。那你就得解决这2个问题。如果收入这个问题不能一蹴而就，你不能说嘴一动大家工资就涨了，那不行，得慢慢来。但是解决后顾之忧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那个是远期的。就比如你现在30多岁，你到退休还有30年，30年以后的事情，那现在不会给你画饼吗？也就是政府要给这些30多岁、20多岁的人干工作人要画饼，你们退休了以后那绝对不会差。那怎么画这个饼？所以你得让他们相信，即便人口在减少，即便老龄化，即便老年人在增多，我们依然能够兜得住这社保，而且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老了有病都能看，那要做到这一点，那对吧？现在人又不傻，现在很难相信，那怎么办？塔西佗陷阱是吧？你说的越多，人家越不相信，觉得你别有用心。那你现在就马上立即掏点小钱，把农民的社保给他提高，因为这个好说，因为农民没交过社保，那现在对1个月也能拿500块退休金。那这个年轻人看到这个，他就会信任，为什么？对吧？因为这些农村人就是他爸现在本来他要给他爸养老的，他还得玩命攒钱，因为他爸老了怎么办？现在他爸老了，退休60岁，他能拿500一个月，管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完了生病还有得看，那就你看这个中年人他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他自己他也会觉得他老了他也会这样，也能得到这样善待。那么他这个中年人他就赚了钱，他就敢花了，他就敢去把房子翻盖，敢去不行把城里买套房，不行买辆比亚迪。但是现在这个中年人他是不敢花钱的，他赚10块他要存8块，因为他父母老了，退休金只有100，他孩子要上学，他赚的钱1分都不敢乱花，全部要存，要以备不时之需啊。那好多人就说了，那就是那哪有钱给农民发呢？把这钱从哪儿找出来呢？实际上这个大家都说过很多回了，这个钱不用你额外去印，都不用你发债，甚至都现在都不需要说把国有股给划转，国有股划转就可以慢慢来。现在要做的就是停止浪费，停止无效投资，停止为了搞 GDP 去举债投资。现在投资很多大基建根本就不产生任何效益，反而还要维护，你利息都赚不回来，你还要运营维护，是个无底洞，这窟窿越来越大。但是你看 GDP 出来了，关于这个大家可以看个视频。又一场泡沫正在悄然破裂，到处都在缺乘客，汽车站废弃，
高铁运椅子，飞机票比高铁还便宜。有些城市地铁空荡荡，仿佛突然之间14亿人口的大国开始缺人了。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看几个例子。内蒙古乌海市常住人口不足50万，却斥资2.15亿在郊区打造了一座现代化客运枢纽站。然而这座车站建成4年间没有卖出一张汽车票，这4年间唯一一次派上用场的一次，竟是在口罩期间被临时改造成了方舱。后面迫于舆论压力，到2024年底才开始投运。无独有偶，海南儋州海头站因每日客流量不足100人，开通运营后因亏损严重，曾长期未启用，但在社会舆论压力下，于2023年底才投运。除了海头站，儋州还有2个高铁站，客流量也很惨。一个人口只有几十万的小城，真的需要3座高铁站吗？更夸张的是，3线城市桂林竟然建了9座高铁站。再看浙江的杭温高铁，总投资478亿，线路开通仅1个多月，就因客流不足，宣布多趟列车停运。始发站温州北更是门可罗雀。这条高铁从立项到通车历时7年，是杭州唯一按时速350公里运行的线路。当时号称要打造1小时交通圈，然而所谓的1小时是从杭州的桐庐到温州的南溪江，这2个地方完全远离主城区，换乘极其繁琐，真正算下来，通行时间反而更长了。侦探里奥整理资料发现，全国至少有26座高铁站目前处于闲置状态。距离沈阳市中心20多公里的沈阳西站，在2018年底投入使用，于2019年7月停止办理客运业务，从开通到关停只用了7个月。位于南京的紫金山东站、江浦站分别于2010年、2011年建成，但一直未能投入使用。这2个高铁站闲置的主要原因是选址不科学，距离市区太远，而且周边交通配套设施不成熟，与公交车、地铁衔接不畅。虽然最近部分高铁站重新启用，但也代价不菲。如海南万宁的和乐站，闲置14年，当地近期斥资2700万元重启运营，后续能否稳定长期运营，目前仍然是未知数。不止小城市，就连上海、广州这些1线城市的部分城际铁路站点也处于停运状态，部分在运行的城际也没什么人坐。侦探里奥经常乘坐穗深城际，大部分时间都是空荡荡。斥巨资建设的高铁站长期闲置或者乘客稀少，背后原因有哪些？究竟谁应该为此负责？在高铁建设初期，项目投资以原铁道部出资为主，铁路部在走向和设站等问题上有绝对性的话语权。然而最近几年，随着地方对高铁建设投资的比例越来越高，地方高层的话语权也不断提升。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普遍缺乏科学的规划思维，很多地方热衷于摊大饼式扩张，盲目打造高铁新城，结果高铁站越建越远，周边人口却越来越少。这种做法的优点是能减少拆迁成本，带动郊区土地升值，提升城市形象，也能为当地高层提高政绩，但代价却是忽视了打工人真实的出行需求与便利性，最终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不过从最新的政策思路看，又一波基建投资热潮要来了。2025年前3季度，全国铁路完成固投5937亿，同比增长 5.8%。贵州盘新高铁进入冲刺阶段，前段时间沈白高铁已经通车，多座闲置多年的高铁站也在今年陆续复活。南京荒废了15年的紫金山东站计划扩建，湖北的鄂州东站则重新恢复客运业务。国铁集团年初宣布，今年计划新增投产铁路里程2600公里。全国10个超大城市正紧锣密布地规划建设新一代高铁线路，可现实却是高铁的乘客量正在下降。如此盲目扩张，真的有实际价值吗？你看看，咱们在感叹咱们的高铁网络高速这么便捷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有大量的浪费？所以咱们一直说，你在深山里面建那些宏伟工程，那些跨江大桥是很好，是方便了很多，但问题从经济上算账，你值不值？你这个投资什么人能收回来？你现在你经济遇冷，那出来跑的车都少了，拉货的也少了。正好《金融时报》它一篇报道叫消费与创新的桎梏，当深层焦虑成为发展的阻力。这个是个专栏作家写的，他说中国政府融入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仅占 GDP 的6%。刚才说的45%、50%那个是指的是消费占 GDP， 我们用于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的民生支出只占 GDP 的6%。这一比例低于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国家。真是，你要低于巴西我也能理解，你这低于俄罗斯这确实说不过去。你说俄罗斯的打仗打成这样了，人家用于民生支出的占 GDP 比重比咱还高，这个确实让人唏嘘不已。怪不得这个普京这个仗打成这个怂样，他还能连任，这个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啊。他说，尽管由于测算方法和统计口径的不同，具体数据可能存在争议，但这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更值得深思的是，我们长期以来希望提振内需，但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原因何在？这个作者说，他说10多年前我在美国曾与当地学者交流，他们的观点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他们认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来自少数精英，社会只需要10%甚至5%的精英兢兢业业地推动发展，其他大多数人则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自食其力，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而对于那些因种种原因无法自食其力的人，则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其基本生存，使整个社会保持和谐稳定。这样的社会结构带来的不仅是公平，更是消费的活力。消费需求并非依靠政府刺激出来的，你看看，所以说我们老是刺激消费，老是没有用。消费不是刺激的，刺激没有用。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你刺激只能说结构发生变化，总的需求是不会变的。你顶多把我下个月买的东西我现在买了，你顶多把我本来是想这个钱存着是买点别的，但是我一看这个电视机便宜了，或者是手机便宜了，买个手机。结构性调整。他说，消费需求并非依靠政府刺激出来，而是建立在个体无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你看，说的跟咱们差不多，也就是对未来预期要好，我们要相信未来不会饿肚子。如果你失去了劳动能力，你失去了赚钱能力，你依然可以体面的活着，这个必须要让韭菜们相信。他说，当人们拥有经济安全感，有稳定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支撑，他们自然敢于消费，无需未雨绸缪过度储蓄。正如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所观察到的，安全感是社会繁荣的基石。美国社会消费的旺盛并非源自一时的政策刺激，而是制度安排使然。创新同样离不开人的自由。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探讨，一个社会若希望培养出哲学家和创新者，必然让他们免于生存焦虑，给予他们自由的空间去思考和创造。现实亦是如此。当人们每日为生计奔波，为房贷焦虑，为未来担忧，他们如何还能腾出精力去创新？当人的精神被沉重的负担束缚，又如何能迸发出创造的火花？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提到，自由不仅仅意味着免于强制，也意味着有选择的余地。创新的源泉正是来自这样的自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自由，更是思想上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因此，要真正提振内需，推动社会创新，仅靠短期政策刺激远远不够，唯有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大众的不安感，给予个体更大的自由空间，才能真正释放社会活力。正如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言，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权宜之计，而是取决于制度的稳固和人的自由。曹县有没有消费？曹县有没有什么三驾马车？我记得连那个孟小苏他就说过，曹县没有房地产，曹县只有建筑业。所以我觉得现在专家其实上说的已经非常多了，很多专家在前不久开的会上都建言，在15.5期间把农民的退休金都提高到500、1000，5年时间，这个理由也说了很多。但是现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地方政府没钱，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政府税收这块、转移支付这一块，就是他的收入这块覆盖不了他的开支了，你说怎么办？所以还是我刚才说的，我们与其等着把这蛋糕做大了再来分配，给哪儿多分一点，这个太长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现在把蛋糕做大也很难，也又落入了那个什么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启动，只能从分配上下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高铁、那些高速、那些大桥、宏伟工程、水利工程，如果没有经济效益，那就应该把它放一放。那些老干部疗养中心，那些各种广场的仿生树，各种公园里面的那种一棵什么树的好几百万的，这些东西已经成了婆罗门分配的工具。婆罗门们就通过这些老干部疗养中心，通过椰子树通过来分配再分配，它已经跟 GDP 没关系了，跟建设也没关系。所以在这个目前蛋糕不太容易做大的情况下，那就是提高分配，投资这块严卡这个项目没有收益的坚决不投，把这钱省下来用来树立韭菜的信心，把这些无效的项目都砍掉，实际上也就会缩小婆罗门跟韭菜的差距。你看现在经济越不好，贫富差距越大，韭菜就赚钱能力越来越弱，就经济越不好，韭菜基本上就赚不到钱了。因为韭菜赚钱的唯一方式就是出卖自己8小时，比较多的方式，比较多的就这一种方式。有钱人赚钱，他财源广进是吧？各种赚钱的路子，这儿死了那儿有了。所以你看，越是经济不好，越贫富差距大。那如果把这些没有收益的工程都给它停掉，那婆罗门靠这个来分钱，这个路子就走不通了。这个还缩小贫富差距。当然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毕竟是要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动既得利益者的蛋糕那比登天还难。所以说啊，我对消费并不抱乐观的态度。消费在未来2年恐怕是越来越熄火，我们的裤腰带应该是越勒越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